要搁一摆来讲到这个水晶教堂即马已经叫做基督教堂，古早的名，即马现在的名。前边讲到伊是一个世界第一间的这个 drive-in 的这个 theater 教会，然后伊开始伫迄个所在，头期先用租，尾啊用甲买起来了后，伊就开始要建筑，起着第一栋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毋是什么真特别的建筑，是一个四四角角的我会搁放一寡图片。伫我的册内底，伫51页的所在就开始有讲到这间礼拜堂，这间礼拜堂。这间礼拜堂亲像这所看到这个这就是玻璃真通光的。较特别的是这个所在，咱注意甲看这个苏勒姆斯地内底会当甲会友伫遮讲道，伫这个讲台的顶悬呢，伊会当直接就行出去外口，行出去外口。外口这着停车的所在，就是这个 drive-in theater，伊的车的边仔有这个音响，会当看苏勒姆斯看会到，然后当然佫有一个云幕伫迄个所在，互因看，互因看，佫听有声。所以伊这个是一个会当伫内底佫行出去外口的，安尼共款有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讲这间礼拜堂为着要 open， 所以伊袂当做冷气。这个真悬的一个建筑物，你看人坐是坐甲安尼尔，安尼起来遮大概是4-5层楼悬的这个建筑物，边仔拢是玻璃，然后四四角角长形的四四角角的，无冷气，你会知影迄个问题伫倒位玻璃伫加州来讲有真大的问题另外伫我的册内底78页也有讲到因所在做的代志伫遮因伫这个礼拜堂内底有一寡所咧举行的活动拢对这个所在开始来发展来开始发展。这间礼拜堂上大的问题是咱咧讲先讲伊的特色啦苏勒牧师伊感觉讲，伊这个特色就是讲拍破过去礼拜堂传统的想法，就是讲爱有亲像迄个这个哥德式的窗啦，也是这个圆形的罗马式的啦也是其他的真典型的礼拜堂的建筑，佫有这种彩色玻璃等等遮。伊讲我拢无，我就是四四角角佫长这个玻璃通光的外口的日头拢会当入来，坐伫内底会当看到外口玻璃是清的完全无色是清的这个当然是诚做一个伊的特色啦当然嘛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当拢是玻璃的时阵塌掉的，伊佫因为着要讲台会当对内底行去外口，所以有一寡问题就是冷气袂当用你知影玻璃通光的就真热，伫加州的所在，虽然古早伫的周围拢无厝伫差不多10外迈要到20公里、20几公里这个所在有太平洋海风会吹来但是有时有阵你若讲拄着热天的时阵嘛是会犹原真热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今仔日会去讲到这个问题伫这个礼拜堂内底，佫有一寡特色，就是讲礼拜堂后壁部分，就是会友要入去的所在有一个水池这是苏勒牧师伊足爱伫礼拜堂内底用这个水的一个概念伫礼拜堂的外口接近这停车场这中间有一抓这个喷水池，拢总有12个喷泉。这12个喷泉，咱若对圣经真了解，对福音书真了解，伊就是咧比如12个使徒这个伊伫建筑顶悬，伊有真有家己的想法啦真有家己的想法今仔日就是要用这个会搁接后壁一段的影片安尼。
这里是全世界第一个汽车电影院的教会啊，以前叫做水晶教堂，现在已经改名字叫做基督座堂。是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认识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我要知他更深，我要知他更深。认识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信靠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板，地板是斜斜高高的。那一个地方，橘子色的，我现在手指的这个地方，就是以前讲台是开的。那苏勒牧师可以在里面讲道，对里面的人，也可以走到外面来，对这一些开汽车在这边的人。那它的地板，你看到有这样子的幅度，这边是往上高的，这边是往下的，那整个的视线不会被影响哈，前排跟后排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当时候他开始先租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把它买下来，开始建设他的这个礼拜堂的王国今天天气很好，可以看到很美的夕阳。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汽车电影院的教会就是苏勒牧师所建立的教会。这是苏勒牧师在这个地方盖的第一栋的礼拜堂建筑他非常喜欢用水的东西，这个有水池在这里那他用12个喷泉来代表耶稣的12个门徒那这个就是他引以为傲的玻璃的传统礼拜堂建筑没有彩绘玻璃，没有这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哥德式的窗户啦，或是罗马式的窗户的一个礼拜堂的建筑。我们看到这12个喷泉这个就是当时候的讲台，白色的地方呢就是户外讲台，然后在这个橘子色旁边这个地方，以前是没有窗户的以前是没有窗户的，可以从里面的讲台到外面来。那苏勒牧师的设计是说，他可以服侍坐在礼拜堂里面的信徒，也可以走到外面，让这个外面坐在汽车上的信徒呢，觉得他也很重视他们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目的现在这个圆弧形还有这个停车场的曲曲不平这种，到后面越来越高的这个地形都还留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遗迹了